華信航空是國內唯一有飛高雄到花蓮，閣有台中到花蓮的。不過，這兩條航線因為即馬是愈來愈少人坐，逐年攏咧了錢。華信航空拍算要停飛，也民航局迄邊嘛，證實講已經有收到資料。國內航線高雄到花蓮甲台中到花蓮航線可能行入歷史。獨家經營這兩條航線的華信航空內部數據顯示，高雄到花蓮航班平均載客率干了2成，台中到花蓮差不多3成。實際問台中旅客這意願並不懸。因為現在台灣的那個道路蠻方便的，開車就是自由性比較充足。本身是沒有坐過這種航空，也沒有飛過花蓮，都是開車過去的，所以覺得沒有什麼差別。華信航空董事長陳大軍進前講到，國內線載客按9成以上才會拍平。高雄到花蓮甲台中到花蓮兩條航線每年了7000萬，希望透過停飛，將運能刷到需求較懸的離島航線來前邦。學者分析，雖然過去這兩條航線包括3間業者共時咧飛的黃金時期，不過即馬天公路條件咧進步，航線的市場需求比服務性質較懸。平均的載客率可能也差不多就是在2成左右，所以整個經營層面來講的話，事實上就是每飛一班，它就一定會做虧損的這種結果。那甚至於說，這個航班因為必須要去執行，所以反而在離島的部分，可能有一些航班的調度就沒有辦法去同一個時間來兼備。希望還是能夠保留這2條航線。好，那不管是以中央的財政資源或是地方支持，不一定鎖定的是台灣國內的客人，也許我們也可以鎖定國外的客人，從高雄跟台中入境的。花蓮旅遊業者透露，其實台中航線、高雄航線帶來唔但是國內客，也有機會帶入來台的國際旅客。去年開始就一直努力，希望透過旅遊商品優化甲異業合作，引來乘客。遺憾業者也是選擇申請停飛。民航局表示，已經收到華信航空宣布暫停飛這2條航線的資料，來檢視業者提出的說明資料。依照規定，暫停終止國內定期航線進行安檢後乘客處理機制，報請民航局核准交通部核准。核准期開始60天了，將暫停或者是終止。記者綜合報道。